高雄轻铁特别完成上尾一段的工程，为这个月开始试车，目标是12月报交通部审查。希望明年的元旦，这轻铁的全线都拢全面通车。轻铁豆豆位车站中驶出来，伫大顺路正这段，就是高雄轻铁最后弯改路段。过天气会加做一个圆。最近民众会发现大顺路段有轻铁车厢咧驶，这运局表示这是轻铁车厢当咧试车，看敢会去弄到物件。第一天试车结果正正常，后续会继续伫这5公里的路段来进行试车。希望年底交通部较早会过，按照明年元旦轻铁会当正式全面通车。确认我们轻轨的列车在我们的轨道上行驶上不会去碰到任何的我们的设施物跟相关的一个结构物。那目前经过今天早上的测试的话，是状况非常的良好，都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虽望高雄轻铁路段特别加做一个圆，不过这2年来时间加减造成附近店家住户无方便，伫外国来游客骑脚踏车要经过，嘛因为时间对路线不飒飒，完全唔知影要安怎行。一来他们收路的人一直跟我说，我想急走，然後他們說要往這邊，但是他們一直有很多東西擋住我，我都有不過多處。佢漸漸攏會受到這個交通嘅不便啦，這是難免不了啦。高雄輕鐵按照明年元旦試營運，高雄捷運局表示，明年試營運期間是免費，過後會以擬定收費，基本票是20塊，上貴是坐轉去原站35塊，而且上下車攏愛綠卡。記者鍾耀輝、邱兆勇高雄報道。